今年10月，高铁加快专利装法苗栗3只叉条，本台湾西部国际人士在往來時間變短，新年叉條也增加了潛入嘅機會。因為3只叉條大家為30年嘅專門研究，唔該時節台灣高鐵公司希望新叉條嘅風險人造成有經驗嘅人，所以將之前其他叉條調來作為。日本當道對外鐵大病嘅高鐵人工離不開很難減呢。1點鐘4到300公里嘅高速列車來來去去，唔但將從外種嘅人愛進步加快夾嘅，現在新開嘅上尾車站，依到高鐵員工沒有機會軌道加強出勤服務。啲高鐵新竹站服務為3年嘅苗栗市人陳立偉，當時一聽講有機會調拖，就提出申請。畢竟苗栗的話，工作機會老實說還是稍微的，相對比起外地來講會比較少。那我們其實有點像雲林的狀況，就我們蠻多在地的苗栗人都會去新竹、台中，甚至台北去工作這樣子。對，所以說能夠有這樣的工作機會可以回到家鄉，我想就是非常的開心。車站其實鼓勵返鄉的同仁回來家鄉服務去服務我們自己的鄉里的一些民眾，讓他感受到好像到這個環境是我們會展現我們服務的熱忱的那種感覺。實地高鐵台中站服務1年的草橋日、彭快日，圖書館下就喺台中，亞太年沙一直希望佢做對軌道家鄉來設條路，所以伊未申請調職。韓國一條軌道家鄉做事業苗栗子體，啲買票、驗票韓國一台指揮一條工作項目當中，未提供嘅一道特別的服務。比較常可能他們自己2個人夫妻一起來，但是因為他們沒有家人陪同的情況下，他們會的語言就是客家話，那就是剛好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客家人關係，我們可以就近就直接去跟他用客家話溝通。可能就會說阿婆no he nai，那他可能就說他要到他的目的地。這邊在地會比較多年長的旅客，那可能他或許就會，可能80歲以上的，他可能只會用客家話交談的時候，會稍微基本的跟他說一下，鴉片有天台，鴉片鐵霸茶鴉片，請安。啲苗栗也嘅客家體驗，愛服務嘅一度人下都係客家鄉親。韓國一下高鐵苗栗站32嘅站本人當中，就有9位係客人，會提供客語嘅服務，鹽錢、土錢、紅錢、水錢。對一條實地外地大病嘅苗栗子體來講，歸去家鄉有幾好嘅，唔但將享受味道，地都卡嘅溫暖，做事做起來每次都加貴錢。客家新聞，南關一陳欣怡苗栗報道。